俾你獲得1000萬，但係要你做以下落嚟嘅嘢，你肯唔肯？全年只可以着一套衫，可以洗嘅，即係老夫子咁，可以俾你有幾件，但係你全年就只可以着同一套。我 OK，因為起碼有得洗，你唔係好似上次嗰啲臭物啊，定對比起之前做過嗰啲，呢個好 easy。瞓地下1年，有啲難喎呢個。最多俾你墊少少咯，但係就一定要瞓地下。好痛噶喎個背脊同腰骨，我試過周身骨痛，唔得，我覺得好辛苦。同埋有時候你勞碌咗一日，翻屋企最想就係搭落張床嗰一下，唔 OK。讀每一句句子都要講出個標點符號，做1年。我走啦，句號。我前幾日有同人討論過嘅句號。點解要咁樣討論嘅？問號。即係用 Siri 錄音咧，咁我就以防佢 read 唔到 comma 同埋 full stop 讀嘅時候，譬如我話喂法蘭克逗號，你食咗飯未啊？問號咁樣，跟住我隔離嗰個人就話點解你要成個廢佬咁樣要？唔係話好辛苦嘅一樣嘢，係可以挑戰嘅。比起第一次我哋做呢個題目唔使投呢個1000萬係 easy。